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门床顶蚊虫的危机。这是高雄医学大学的研究，像这个囡仔伫咧门床顶安尼一直跳，一直跳，空气中有害的负粒啊 PM2.5的浓度会比平常时啊悬出将近4倍。啊，铺门床了后，微生物瞬间的浓度嘛会加出大约8倍。教授特别来提醒，有过敏气喘者呼吸道疾病民众要特别注意。 弟弟伫个眠床顶一直跳，真侪囡仔拢介意跳碰床，不过空气会变歹去。看时间很短，可是瞬间的浓度、瞬间的污染是严重的。 高雄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系对2010年到2012年采用60名国小学生囡仔徛家，用棍仔来降床铺来模拟囡仔咧跳床，以及这铺床造成的土粉啊，侵入空气中扑鼻粒啊、细菌、真菌的浓度，甲一般环境带来做比较，发现跳床了后 ，PM2.5浓度比平常时是悬出将近4倍，铺床的时阵细菌、真菌这微生物是悬8倍。这些浓度，这个瞬间的浓度，比起过去很多的研究或者是我们的法规标准都高很多。扑鼻粒啊，甲呼吸道疾病有密切的关系，家长爱注意。若咧铺床，拢讲囡仔袂使待遐，啊无迄囡仔拍卡笑，啊甲窗户打开。无毋对，就爱像阿嬷共款，铺床的时阵爱开窗啊，互空气流通，避免引发过敏。专家嘛建议，这床巾每2礼拜都爱清洗，而且毋通互囡仔有跳床的习惯，以免伤害身体。